今日我哋睇兩種高層次聲音嘅能力，唔係高音，唔係爆發力，而係罕見嘅聲音控制。Wendy 同林俊傑兩個都有頂級嘅能力。Wendy 有一種透氣刺，聲音細但係穿透力強，聽落似劍氣。林俊傑係靈活控制，聲音順滑流動，聽落似流水。其中 Wendy 呢種透氣刺非常細緻，甚至乎 AI 都好艱難模仿。你有冇留意過呢？好，首先講 Wendy 嘅 Piercing Punch 透氣刺。Wendy 嘅頂級能力入邊，透氣刺係好突出嘅一個。佢嘅聲音靜、尖、集中，聲音唔大，但刺入感好強，聽落似劍氣。聲音輕，但係好尖，柔，但係有穿透感。呢種通常係呼吸控制非常細緻，同埋聲音集中度好高。Wendy 仲可以由柔到重，由靜到情感，由輕到有 punch， 全部都好自然。而家到林俊傑，靈活控制流水。林俊傑其中一個強項係靈活控制，佢嘅聲音順柔，流動感強，聽落好似流水。另一個強項由低到高嘅靈活控制，由低音到高音，但係尖銳感仲喺度。劍氣一直存在。Wendy 嘅頂級能力包括靜刺控制、呼吸控制同埋動態靈活。呢種控制非常細緻，亦都係 AI 比較難模仿嘅能力。跟住仲有一個泰妍，又係擁有依招靈活控制嘅其中一個。林俊傑可以低到高，柔到重，靜到情感，全部都好自然。佢嘅聲音好有彈性，轉換好順滑。呢種通常係共鳴控制穩定，同埋聲音靈活度好高。林俊傑嘅強項，音域靈活、順滑轉換、動態控制，呢種係高階靈活能力。聲音聽落好順、好穩、好自然，一句講晒，高手。Wendy 透氣刺、靜刺、呼吸控制；林俊傑靈活控制、順滑轉換、共鳴流動。兩種高階能力，方向唔同，但係非常之少見。Wendy 聲音似劍氣，林俊傑聲音似流水，一個集中穿透，一個流動靈活。透氣刺、劍氣 VS 靈活控制、流水，兩種頂級聲音能力。你有冇留意過呢種高層次嘅控制？可以留言話過我知。